咁你啱啱買咗你嘅 SM7DB， 我哋一齊學下點樣可以充分發揮呢支內置主動前級嘅動圈人聲咪嘅威力。我哋 SM7DB 已經插好線，準備好可以用啦。我而家用緊 Shure 嘅 MVX2U 電腦錄音界面，不過其實佢基本上同任何 XLR 界面都兼容。但係如果你想善用內置前級嘅話，有樣嘢你一定要做，就係要開啟幻象電源 Phantom Power。而家當你嘅界面度開幻象電源，你可能會聽到一聲啪砰聲，其實呢個就係幻象電源嘅正常運作方式，你唔使擔心，咁樣唔會整壞支咪入邊嘅電路。咁樣只係啟動佢哋，等你可以用到內置前級嘅功能。我仲可以選擇唔用呢個前級啦。如果我選擇 Bypass 模式，其實就係跳翻大家過去50年都好熟悉傳奇嘅 SM7B 聲音。當我開咗前級呢，我可以揀18分貝增益，定係28分貝增益，視乎你用咩電腦錄音界面，同埋睇下我實際上需要幾多 headroom 動態空間。所以而家我會 keep 住嘅18分貝，因為我知自己要用呢個設定。我仲可以直接喺咪背後調整 EQ 設定，呢個就係 SM7DB 新加嘅功能啦。喺 SM7B 嗰度呢，你都可以控制 EQ 設定啦。你只需要用萬字夾或者原子筆去撥個開關，但係喺我嘅 SM7DB 背後呢，我可以自己伸手去按掣，佢就可以由 flat 開始調整 EQ。我可以直接喺 SM7DB 咪上邊開啟 low cut， 加強存在感提升。咁我就準備好可以用啦。我需要調整增益 gain， 確保聲音夠大聲。如果我需要多啲 headroom 呢，我又可以加翻28分貝，就咁簡單。所以用 SM7DB 就俾到我自由同彈性，可以攞到我想要嘅聲音，即係 SM7B 傳奇又經典嘅溫暖感，完全唔使加任何額外硬件或者配件落我嘅 setup 度。我只要插好開 Phantom Power 幻象電源，決定要幾多增益，如果需要就調整 EQ 設定，佢就搞掂。如果你有其他問題，歡迎去 Shure.com 了解更多。我係 Laura Davidson，多謝收睇。